今年国庆大会特别举办咯，所有的表演单位拢真认真的排练。早起国军是出动乌鹰直升机顶无同款机型的飞行机，对新地甲上山等所在出发，飞过总统府来进行义演。那么先做伙来欣赏。上次国庆大会进入倒头算的阶段，各参演单位赶紧的排练。国军日落透早也展开空中半平的有演。开场先透过幻象天观机观测天气，总统府顶悬了后飞过2台陆军国旗机，也有3台空军 AJ-T 型拥型高级教练机，紧紧通过总统府头前。国庆飞行机的飞行因子，希望为上次国庆大会做好万全的准备。幻象2000透早5点35分，为新竹基地出发，透早5点50分到总统府。雷虎一批 AT-3 3架雷虎教练机也同款为新竹出发，飞过总统府顶悬，放象征国旗，拿白红3色的彩烟上场。除了半平日有演，也请不少学生甲上班的人的眼光。9月28甲10月7日透早，也要进行全平日有演。国防部表示，若听到飞行器普通的声音，唔免紧张。届时阵会出动一只 CH-47SD、2只 UH-60M、5只永兴高教机，甲6只AT-3教练机参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